这世间的路，从来没有一条是笔直无阻的。人生难免会遇到坎坷，无论是困顿的时刻，还是迷茫的日子，每个人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。这种时候，不必灰心，也无需沮丧，因为风雨过后，阳光才会更加耀眼。当你感到压力沉重，心情低落，不妨学会调整自己，让内心变得坚韧而强大。与其向别人倾诉，不如选择沉淀自己，让心灵在寂静中找到出路。唯有坚持下去，你才能在黑暗中摸索到光明。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事情并非我们能够掌控，有人来，有人走，有些东西得到了，有些东西失去了。无论如何，命运自有安排，一切自有定数。强求不来的，不必执着；该放手的，也不必不甘心。学会顺其自然，珍惜眼前所拥有的，才能让自己活得更通透。没有谁能永远顺风顺水，也没有谁会一直处于低谷。关键是如何用一颗平常心去面对这一切。即使处于人生低谷，也要记得让自己保持体面。人的状态会影响周遭的一切，无论遭遇何种困境，都要记得好好收拾自己，整理仪容，让外表依然光鲜，让气质依然从容。社会现实且残酷，许多人只会在意表面，形象常常成为影响评价的第一标准。因此，无论境遇如何，都要让自己保持整洁大方。当你把自己打理好，内心也会变得更加坚定，自信也会随之而来。心情好了，眼前的一切都会变得顺遂许多。有些烦恼，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找的。很多时候，事情本身并不会让人痛苦，而是我们过度解读，无限放大，反复纠结。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如果能学会放宽心，学会释怀，许多忧虑自然会烟消云散。计较的越多，快乐就会越少。凡事看淡一些，日子才能过得轻松自在。生来一身，去时空空，万物皆是过眼云烟。何必困囿于得失，让自己徒增烦忧？与其钻牛角尖，不如学会享受当下，珍惜每一个能够欢笑的瞬间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。无论你做什么，都会有人指指点点。与其在意他人的眼光，不如专注于自己的路。别人的评价并不能决定你的价值，真正能够影响你的，永远是你自己的心态。生活是自己的，不需要讨好谁，也无需取悦谁。重要的是让自己活得舒服。人的精力有限，把时间花在值得的人和事上，比浪费在无谓的争执上更加有意义。在这条人生路上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没有一个好的身体，一切都只是空谈。金钱再多，名利再重，如果失去了健康，一切都毫无意义。维护好自己的身心，让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，这才是最大的财富。同时，人品亦是不可忽视的部分。行事坦荡，内心善良，才能让人走得长远。凡事不昧良心，保持纯真的本性，即便偶尔受到委屈，也终会迎来自己的福报。世间所有的事儿，终究都有因果，守住本心，时间自会给出答案。有时候，人会因为一点小事而暴躁易怒，殊不知，过度的情绪化会影响一个人的运势。情绪失控，不仅无法改变现状，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真正聪明的人都懂得控制脾气，不让无谓的怒火影响自己的决策。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，静下来，深呼吸，让自己冷静一会儿，等到心平气和后再做决定。如此一来，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，自己也能够活得更加舒心。世间的许多事，并不是争就能得到的。真正的智慧，不是争，而是不争。学会沉默，学会让步，学会用平静的心去面对世事变迁，才能够真正活得通透。言语多了，往往会让自己陷入麻烦。过度争辩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。与其耗费精力去与人争辩，不如学会一笑而过，专注于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强大。沉默不代表懦弱，而是一种成熟的选择。当你真正看透了很多事，便会明白，沉默其实是一种智慧。人生旅途上，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。有些人来了，给你带来了快乐，也有人来了，教会了你成长。无论是爱你的人，还是伤害你的人，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每一段经历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。凡事随缘，珍惜每一次相遇。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都是生命赐予我们的课题。与其执着于过去，不如选择放下，接受当下，让自己拥有更广阔的心境。人这一生，真正能陪伴自己的，只有自己。
不要总是活在别人的评价里，也不要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所束缚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这才是人生的真正意义。当你的层次提高了，你会发现，你不再会计较别人的看法，而是更加专注于自身的提升。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，尊重他人，也成就自己，这样的心态才能让人活得更轻松。知足是一种境界，学会知足，才能拥有快乐。当一个人不再过度追求名利，而是学会珍惜当下时，他便拥有了真正的幸福。世间的一切都是短暂的，无论是荣华富贵，还是功名利禄，最终都会随时间而逝。真正能让人感到快乐的，不是物质的积累，而是内心的满足。当你懂得了这个道理，你便会发现，简单的生活其实是最幸福的。当你觉得烦躁的时候，记住，沉默是最好的选择。不要在情绪激动时做决定，也不要在愤怒时说话。冷静下来，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空间，让内心恢复平静。成年人最大的修养，就是学会自我消化情绪，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，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稳定。当你懂得了这一点，你便拥有了真正的力量。活着不易，但只要你学会这些道理，人生便不再那么难。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每一天都值得期待。只要还有希望，就没有什么能够打倒你。放下执念，拥抱生活，让自己活得自在而洒脱，这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。